来告诉大家儿童节的由来。儿童节的起源对很多国家孩子们的关爱。1925年，世界开会决定要有一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。1931年定下了每年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。1949年，世界各国呼啸重视儿童。在台湾，我们的儿童节是4月4日。儿童节让我们记得要好好照顾孩子和爱护孩子。这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来庆祝。儿童节让大家知道，每个孩子都应该有快乐的童年。我们也要感谢父母和老师的照顾。儿童节是属于我们每个孩子特别的日子。让我们一起来过儿童节吧！耶！